今日咱的经文来到马太福音第11章第20到第13节，到第11节。这段经文是讲到约翰洗礼，行洗礼约翰已经去互希律王掠起来啊！吼，大家知影啥物代志无？伊去责备希律王，讲伊去抢因弟弟的某吼，甲因弟弟的某结婚。这个行洗礼约翰讲这是毋对的代志，希律王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即马就讲了，约翰伫家内面听见基督所行的事，就找起学生来甲问，问啥货？讲阮所后外迄个伫对，歹势。我要听好的是你吗？那一位将来的，迄位要来的，敢是你？伊咧问倒一位？搁下这？伊咧问倒一位？迄位是咧指啥物人？哈？弥赛亚对无？弥赛亚。伊讲我要当听好迄位是你吗？啊是安那？我们来听好别人。是安怎安尼问？搁下这？其实耶稣要出来服侍进前，上甲行洗礼，就是这个行洗礼约翰。行洗礼约翰知影耶稣什么人无？知无？伊知啊。毋过伊即马甲你问讲，阮要听候迄位弥赛亚是毋是你？是安那？要去听候别人。所以安尼问代表啥物意思？代表行洗礼约翰心内在想啥？哎哟，耶稣你敢是毋是弥赛亚？你若毋是弥赛亚呢，我免听候别人哦。是安怎？甲耶稣行洗礼这位约翰，伊会怀疑，伊会去想讲，耶稣介实毋是哦？为什么？你对耶稣的回答看会出来耶稣甲伊的学生讲啥？甲行洗礼约翰讲啥？讲你甲所听见看见的，转去甲行洗礼约翰讲啥物话？讲啦，痴迷的看见，摆骹的行，泰哥的麻风病得清气，臭耳人的听见，死个人搁我。属向人得到福音，你讲你甲讲这，若无，既若无伫我来着达的，就有福气。各位兄弟，什么叫着达？着达什么意思啊？跋倒吼，若毋知就唱迄唱圣诗啊。这世间是黑暗，这人咱着照伊光。无你先晓唱袂啦？一人一角是毋是？好，着达是跋倒，讲既若无对我，既若无伫我来着达的，有福气。你不因为我怎么样？不因为我跌倒的就有什么？就有福气啊！是安怎要讲这话？讲听见的，迄个痴迷的看见，摆骹会当行，泰哥会当得清气，臭耳人会听见，搁有死人搁我送向人听到福音，这拢是主耶稣基督所做的，对无？这代志约翰行洗礼约翰知影无？互你又看卖啊！这个代志，行洗礼约翰知影无？知影耶稣有做这无？有啊！伊有做的代志是安怎？佮叫伊学生转去，甲行洗礼约翰讲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对来的耶稣讲的代志是为以赛亚
第31章到第65章内面所写的代志，就是以赛亚先知咧讲，将来要来迄位，就是弥赛亚来的时阵会安尼，会做遮的代志，吼，会做遮的代志，吼。啊，毋过吼，伫以赛亚内面，佫有讲两句话，是耶稣哈多无讲到的。耶稣面面拢讲啊，吼，臭耳人的，迄个摆开拢讲啊。送向人听去福音，拢讲啊，敢若两句无讲，倒两句你知无？这两句甲惊死的约翰即马有关系。安那？受掠的得到偷放，啊，互捆绑的得到自由。这两句甲惊死的约翰即马有关系无？有啊，伊即马去用关啊，吼。伊即摆伊咧想看嘛，伊心内咧想讲，哎呀，弥赛亚咧创啥？我互关呢，弥赛亚开无来。这写伫遐，你头前拢做啊嘛，规个拢做啊。敢若这，我真幸的，我是啥物货？我是以利亚呢？以利亚知不知道？好，圣经讲弥赛亚要来进前，以利亚会先安那？先为伊开路。我这个开路的即摆伫对，伫家内面呢。我这个以利亚先知呢，圣经讲我会替弥赛亚开路的，竟然我即摆啦，红关呢，红关里面哪开路？所以耶稣，你若是弥赛亚，你得来搞我啦，解救啊！圣经安尼写，你无甲我救，我要安怎替你开路？所以坐伫家内面的惊死的约翰，一定做有把握的。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会来甲拯救、甲讨帮，对无？无人要插我。各位兄弟，你若是惊死的约翰，你即摆互关伫家里，你知影你是以赛亚，你知影你是先知以赛亚，你知影你要为弥赛亚来开路，你即摆互关呢？你会认为耶稣甲你救无？会袂？有把握袂？毋过你知吼，马太福音11章到14章，惊死的约翰就安那，去互抬头，死甲做歹看，头甲囥伫对，盘顶面，靠有即款的开路的。耶稣讲啥物话？伊讲无台语，无伫我来着大家有福气。惊死的约翰，关伫家内面的惊死的约翰，就真正着达啊！是伫什么人身上着达？伫耶稣的身上着达。伊咧听候耶稣来拯救，其实耶稣到尾有甲救无？无呢。是安怎惊死的约翰会因为耶稣来着达？咱等一下，佫会提出来问。我今日经文要甲讲我了。吼，即摆等两个学生转去啊，转去甲惊死的约翰讲，耶稣挖头甲众人伊要来论讲惊死的约翰。吼，因为安尼听起来，介先惊死的约翰跋倒无效去啊！吼，毋是。伊讲，恁众人进前，恁若出去旷野，恁是要看啥物货？当迄时惊死的约翰大声咧话的时阵，恁要看啥？恁出去敢是要看迄个芦苇、落地互风吹？什么叫做风吹的芦苇？看这个干什么？看这个很无聊啦。你无代无志走去旷野要看啥？看那个芦苇被风吹吗？要说个恁敢是安尼？毋是啦，也是讲恁出去是要看啥？穿迄做水、做幼这部的啦，下衫的人吗？伊讲无啦，即款人伫对，伫风宫内面啦，你袂走去旷野去看啦。恁去旷野是要看什么人？当然是要看先知啊。恁当初去旷野去找找，要去看，要看什么人？看迄个最伟大的先知叫做惊死的约翰。迄个是
不只是先知，是上大迄位，因为迄位什么人，就是以利亚。以利亚要成做弥赛亚的先锋，弥赛亚要来进前，就是以利亚先来，是毋是？所以，这个行色的约翰有大无？大，安怎大？耶稣讲，哇，是嘞，吼，耶稣讲。凡啊，妇女人所生，无一个比行色的约翰较大。这句有啥意思？那讲较白就是安那。恁无看过比行色的约翰更较大的先知啦？安尼是毋是上大？各位兄弟，啊，毋过耶稣佫讲咧，毋过伫上帝国内面。上智微细，抑阁比行色的约翰更较大。各位兄弟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所以行色的约翰有伫上帝国内面无？有无？有啊无？啊，若有的话，啊，着上细尾就是行色的约翰呐。就是无，毋则讲安那？上帝国内面上智微细，阁比行色的约翰安那更较大。我讲系啊，安尼行色的约翰无得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啦，耶稣讲人要讲什么意思？伊讲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，上帝国已经安那，已经临到啊！好，上帝国已经临到，就是上帝亲身要掌权的时代已经临到啊！是一个新的启示，是一个新的时代。这个新的时代，就甚至是上大的先知，迄个以利亚，嘛比上帝国内面智微细，更较细，更较细。各位兄弟，他都讲着啊，耶稣讲，无因为我，无伫我来着达的有福气。咱知影行色的约翰是安怎伫耶稣这人顶面着达？为什么？他都讲过啊。因为伊在期待是啥物货？伊会当受讨棒，对无？这记载伫对，各位兄弟。以赛亚，是先知诶，记载伫圣经内面诶。上帝讲的话呢？上帝讲的话会唔对呗？会不会错啦，弟兄姐妹？不会错啊！所以我这个以利亚，我这个先知，我这个行色的约翰，我一定会得到救，而且以啥物来搞救？弥赛亚要搞救。啊，毋过伊明明就是因为耶稣来着达，来跋倒。因为耶稣所做的无合伫对，无合伫行色的约翰的期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，弟兄姐妹？我要你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呀、就是行色的约翰，伊在期待这位弥赛亚耶稣有一寡合伫圣经的作为。啊，毋过耶稣所做的有合理的期待无？无呢。有一个所在吼，我若无指明，恁大家都已经无注意看到。你来看今日的经文第2节，伊讲约翰伫加尼听见什么人所行的事。这段经文敢若只写基督哦，下骹拢写啥？下骹拢写啥？拢写耶稣，有啥物差别无？啊，你讲基督就耶稣啊，耶稣就基督啊，有没有差别？各位兄弟，咱即摆看起来无差别啦，哈。毋过伫耶稣的时代，耶稣就是耶稣啦。啊，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基督，毋是啦。基督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弥赛亚啦。基督是希腊文。Christos，
啊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好，所以希伯来人咧讲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弥赛亚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讲了5年了，5当弥赛亚什么意思？啊，还在给我讲救世主哦！我讲了5年了呢。弥赛亚什么意思？我懵啊！你个想无？啥？蒙头的？唔是啊！弥赛亚受膏者啦，救世主是后来添加的意思啦。就是基督，就是受膏者。犹太人的习惯，犹太人文化，谁可以公开受抹油？3种人。我讲5当啊呢，3种人，得3种？啊？君王、先知，啊，甲祭司嘛，吼，这拢是主要说基督，主要说也积分，基督的积分。所以，一开始，惊洗的约翰是安尼问的哦。圣经是写讲，伊伫家内面听见基督所行的事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惊洗的约翰从始对头到尾拢无犹豫，耶稣是什么货？是基督。伊遮毋是讲惊洗的约翰伫家里听到耶稣所做的事，毋是，他是直接写什么？听见基督所做的事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圣经的叙事者要跟你讲，惊洗的约翰根本认为耶稣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啊，不过这位基督有让伊失望无？有没有让他失望？有吼。为什么施洗约翰会伫耶稣来吊打？会因为耶稣基督而跌倒，因为耶稣所行的代志无合理，惊洗的约翰的期待，安尼知无？不只是惊洗的约翰会因为耶稣来吊打呢，你会袂？你会不会因为耶稣跌倒？会不会啦？会，因为你所认为弥赛亚毋是安尼啊！各位兄弟，伫耶稣的时代，就是正人，所有的犹太人拢无认为弥赛亚会做耶稣的代志，也是讲认为耶稣根本无做到弥赛亚的代志，所以毋才甲耶稣安那定死一个，是毋是？是毋是？就是因对弥赛亚的了解，甲耶稣行起来的安那无共款。所以，伊要甲这位称呼家己是弥赛亚的人，大家甲安那，甲电互死。安尼我咧问啊，各位兄弟，耶稣无合伫迄个时代的人的期待，上毋对，谁的错啦？所以是耶稣唔对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你都不敢讲，耶稣无合伫迄个时代犹太人的希望，是毋是耶稣唔对？毋是哦，毋是哦，毋是话是啥物人唔对？伫迄个时代人唔对嘛？是毋是？安尼根本问，唔对伫对？他们错在哪里？啊？错在哪里？你要回答我，他们错在哪里？各位想，这也盖简单呐，错在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因对旧约圣经读出来，弥赛亚就是迄个安那骑白马过3关，不是啦，骑白马安那要来做王的。要来推翻罗马帝国的，要互犹大的以色列的帝国呐重建的，结果耶稣有安尼无？有安尼无？无呢？无你敢讲你是基督，所以互死对无？
会谈到圣经的意思，咱敢会？人有没有可能读错圣经的意思？不可能啊！圣经的明明写遐简单伫遮，敢会谈到？会袂啦？会吗？会不会读错圣经的意思啦？会哦。不过只有那个时代会读错，对不对？因为迄个时代耶稣也袂讲话嘛，打出来尔，所以只有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看圣经也看唔到，对不？是不是啦？今嘛也是看唔到啦，会袂？而且不只是你也看唔到，安那？我嘛会看唔到，要相信无？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、上帝的百姓，伫圣经的面头前，千万不要理所当然以为怎么样不会错，千万不要理所当然以为不会错。我用是点点的时间，甲大家介绍咱长老会的精神。咱长老会有牧师对无？牧师也是长老，你知无？咱长老会内面牧师嘛是长老，毋过是啥物款的长老？教导的长老。那长老算啥物货？牧师是长老，长老要安怎？长老是啥？长老嘛是长老。长老是啥物长老？地理的长老。伊伫这是咱的宪章规定的哈。好，我是教导的长老，其他的长老是什么？治理的长老。毋过不是暗示说牧师只有教导就好了，当然也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关顾牧养，拢有管理行政拢有。是毋是地理的长老，就是地理就好啊？无，嘛是爱教导，嘛是爱关顾照顾。毋过他有主责，有主要爱做的代志。讲下这，我是一个教导的长老，我相信5冬来，我伫个人教会所做的代志，大家应该会做明显感觉，我很注重这里，是吧？而且我很有把握，我讲的道，常常是恁真正无听过，对不？我无感觉我一定是对的。咱常常会讲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对不？毋过各位兄弟，我要甲恁讲的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无代表大家看法拢较好，对不？医生的看法，甲我的看法会同款袂？你要听啥物？若是破病的代志，你要听什么人的？医生的若医生甲你讨论讲半工，你不听，代表你什么？你对吗？咱教会介侪医生拢甲我讲，但牧师你得爱食高血压药啦。我讲毋免啦，袂死啦，对啦，袂死啦，会中风啦，好，讲到尾我敢要甲这医生讲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啦，莫甲我讲啦，是不是呢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是不是啦？没有嘞，我不会这样讲，我点不爱讲话尔。嘛是无这嘛是无这哈。各位兄弟，你们会尊重医生？你们会不会尊重教导的长老？会吗？是讲到最后，恁甲我呛一句话讲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啦。不要以为理所当然，你不会错。今麦咱面对一个议题是这么麻烦的议题，所以其实我也认为不适合在讲道的时候这样讲。
好，这我甲镇长了的共识。啊，毋过这袂当无讲啊，所以请你们怎么样？纠团来找我啊！你若认为这是介重要的代志，你就纠团来找我。我对圣经甲你解明，甲你讨论。我要甲你讲，好清楚。传统以来，咱认为圣经是安尼写的，其实不是你的想法，不是。我要甲你讲好清楚，圣经根本无处理即马咱拄到的情形。什么情形？就是当两个人因愿意1对1对彼此忠贞，进入婚姻，这款的情形，圣经无甲咱处理。你说不相信没关系，纠团来催我，我一点一点的甲你解说到分明。如果我解释了半天，结果你的解释比较好，我会跟你认错。从今天开始，古亭教会坚决反同，安尼好不？你拿纠团来跟我讨论圣经，结果我讲的哇，我唔对呢。嗨呀，真是嘞！我跟大家道歉，然后古亭教会从现在开始坚决反同，拢石头顶好死无要紧。我刚刚那讲，就代表我一定可以解释让你明白，我一定可以解释让你明白。你如果无愿意来催我，然后继续在古亭教会迫害这一群人，我真做一个教导的长老，我会跟你说，不可以。你若坚持圣经认为同性结合是罪，来催我，来催我，咱慢慢来讲。其实，在讲台上讲不公平啦，我站那么高，啊，你们怎么样？恁坐伫下骹。这样有公平吗？有无？无。请你私下来找我，我可以坐凳子，然后你坐比较高的椅子，咱来讨论。因为咱要讨论是圣经上帝要讲的话，好不？各位兄弟，我不以为我会当改变你的观念，啊，不过我保证。我会当让你接受，你原本的想法没有那么理所当然，安尼好不？真的真的，我要讲的，我无可能改变你的观念，因为我对一个非常反同的基督徒，变到今日，互你要偌久？8当8年。所以我怎么可能会去感觉讲，我跟你一席谈话啊，来解说圣经，然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的想法，还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各位兄弟，我的重点不是讲我要甲你讲到，互你赢呢，不，要甲你讲到，互你认为你唔对呢，不是呢。我的重点是，各位兄弟，咱古亭教会爱和好啊，要和好啊。要彼此接纳，不是我不同意你，我站起来就走，不是安呢？是我不同意你，怎么样？来找我啊，还是我去找你啊？还是讲这个陈思豪牧师哦，最好辩，我一定辩不过他。安尼好，安娜，纠团嘛，纠团还是辩不过他。无要紧，去找别个牧师来，去找新下的老师来，去找新下家来，纠舵团全部纠过来。还是讲你们摆好团，我会过去，咱好啊讨论。我讲吼啊，这个城市啊，我们这骄傲，没有啦，我们就来讨论圣经嘛，咱来讨论上帝的话，好不？我不要看
一个情况最不好的情况，各位兄弟，我无爱看这个情形，就是你也无爱讲，也无爱讨论，啊，你伫背后一直咧骂，一直咧骂，一直咧骂。各位兄弟，我唔惊互骂，你知无？啊，毋过我感觉足可笑的，咱无讨论。别间教会基督徒甲我骂，台湾的基督徒甲我骂，你毋知影骂去美国去啊？你知无？哈，美国的基督徒甲我骂，其实无要紧嘛。我无机会甲因讨论，我无机会甲因解说我所做的代志。我真正是感觉无要紧。啊，毋过各位兄弟，咱是一个同一个教会呢。咱礼拜三我就甲恁